选举公布嘛，引起台北市港务区拿了2位立委候选人的战火，因为伫公布内底呢，这个高嘉瑜列一个表，写讲这个李干秀开200万买网军公关公司收润泰政治现金等等，讲批评是乌白用国家的资源发这挂文宣。李干秀个回应讲，告到底。 选举剩9天，真正几落拼，港务区立委候选人高嘉瑜扫市场博感情，就和伫咧选举公报嘛来考试对手。 高嘉瑜列出表格，比较政治背景、担任民代、选举公防、政治现金等11项目，点出李干秀是正3代，搁伫咧半年内选举员、议长和立委，甚至讲伊开200万买网圈，收润还500万政治现金。贷款家己施政之时，305摆法律提案160案，点名李干秀大力改革。在长期资源极不对等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选择面对李彦秀长期来攻击抹黑。 用选举公报来做澄清跟说明，我想民众除了知道我们的政见跟政绩之外，也有权利来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。选举布告栏的政见公告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对于选民最庄严的承诺。台湾已经经历过这么多次民主的选举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将选举公报黑函化来打这场选战。高委员已经不配用民主进步4个字。欢迎李彦秀，如果有任何不实的资料，或是有任何抹黑或诽谤，欢迎来提告。也请李彦秀不要再找国民党的打手，抢救自己低迷的选情，打遏制的选风。今天上午我也会在士林地检署地状提告。李干秀发声，爱高嘉瑜唔通为了救选情，乌白改抹黑。自从我宣布参选，跟最近的支持度往上飙升的，现在开始慢慢的长成了本土派支持者想要看到的样子，开始检视国民党、台湾基进跟我，才是一直以来立场始终如一的选择。港澳3方大对决，都和选举公报拢将做公红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